大家好，歡迎返嚟收聽萬成早晨之慢慢講。今日已經係11月嘅17號星期一，而家應該清晨時間嘅4:30。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保羅。因為呢之前就返咗香港啦，但係一返到香港呢，就已經開始病到返嚟英國嘅時候，亦都需要去睇醫生啦。咁亦都食得太多藥呢，就皮膚呢都出現敏感啦，所以就 keep 住呢都喺度休養緊。但係而家呢，就把聲就變翻正常啦。但係而家呢，講下嘢呢都有機會咳幾句聲嘅。咁啊，同翻咁多位呢好耐冇聽嘅朋友講聲唔好意思啦。咁啊，應該之後呢都會繼續呢做翻呢個慢慢講啊。星期一至五呢都會繼續做翻呢啲節目嘅。希望呢都可以陪伴喺清晨時間嘅要翻工嘅你哋，或者準備收工嘅朋友。今日呢就想講翻呢喺翻到香港嘅一種感受。咁呢個感受呢就係今次翻到去呢，就好似香港個感覺都唔同晒啦，就有種好似sorry 啊，越嚟越似呢深圳嗰種感覺。但係呢句話就亦都唔係咩貶義，只係感覺到個外觀啊，同埋一種好微妙但係又好複雜嗰種感受。嗰種呢似曾相識但又唔熟悉嗰種感覺呢，就一個比喻啦，就好似翻到童年嘅屋企啦，啲家私換晒啊，裝修唔同咗啊，即嗰種感覺嚟嘅。有時可能我哋講就香港變咗啦，唔係淨係講緊個城市嘅風景啊、建築啊、商場，而係講嗰種氣氛啊、嗰種香港人嘅節奏。到底呢，香港係變咗啲咩呢？定係我哋自己嘅改變咗呢？即係定係我哋移民之後再睇翻呢個地方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呢？今集呢，就想同大家去探討呢一種陌生得嚟嘅熟悉感。咁啊，香港變咗，城市嘅面貌啊，同埋人呢，都好似有啲變化。今次翻去呢，可能一出機場呢，我應該感覺呢，就已經覺得冇咗嗰種國際化嗰種情況。可能即係而家個機場可能冇以前咁興旺啦，或者即係外資走咗啦。咁啊，個感覺都係比較亞洲人面孔居多。出去嘅時候就又比以前更加冷清啦。咁喺去搭的士翻去以前嘅屋企嘅途中都沿途嘅風景呢都感覺到同以前好不一樣。個整個城市嘅節奏好似比較冷清，同埋好似冇以前咁急促。咁啊，有陣時去到唔同嘅油尖旺嘅地區啦，咁啊，sorry 啊，都有種嗰啲人點解會覺得似深圳呢？係因為即係可能我哋以前細個呢，即係有啲香港人嘅面孔，即係可能你望呢啲人係會分得到呢啲係香港人啊，或者呢啲一定係第二度嚟噶啦，即係可能係日本人。韓國人或者係其他亞洲地區，國內人有國內人嘅樣貌，即係我哋好容易去辨認得到。但係今次喺條街度呢，就你會發現呢啲原來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可能又唔係一個純正流利嘅廣東話啦。但係你望佢面孔呢，就好似嗰啲中國北方嘅嗰啲人嘅面孔啊，你好明白到其實成個社會嘅面貌呢，就好似完全唔同咗咁樣，就唔似可能以前嗰啲香港人嗰種可能整潔啊、整齊啊嗰種感覺好似冇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人着嗰啲好似啲大媽嗰啲衫啊，咁或者成班學生喺度食晏晝嘅時候、行街嘅時候，你會感覺到佢哋嘅溝通再唔係用廣東話，而係用普通話去互相去傾談。或者講下笑，或者去嗌外賣嘅時候，你都會聽到好多普通話喺你嘅身邊。咁你會個感覺，其實而家我係香港啊，定係喺深圳呢？咁所以就呢種感覺就完全好不一樣。
不過呢，講翻真實嘅嘢啦，有時就唔一定係香港變咗嘅，可能係我哋自己都有一啲變化。喺英國可能生活咗一段時間啦，大家都會發現自己可能都嘅步伐可能會冇以前咁急速慢咗落嚟。慢呢就唔係停止嗰個步伐，而係可能心態啊，或者係內心深處嘅一種變奏啦。大家可能開始會享受到買餸啊，有陣時同你講下嘢嘅外國人，即係唔係因為外國人係本地人，即係英國本地人，會欣賞一杯咖啡，可以坐喺度睇下書，或者去寧靜望下風景，就會覺得生活呢唔一定要係咁急促嘅。但當大家返到香港呢，突然之間又俾呢個城市即係拉返入去，聽到啲聲啊、光啊、人啊、節奏啊，一下子呢可能全部都湧現返嚟。大家未必好中意，但係身體呢會自動會覺得唔係好習慣，好似係大家離開咗呢個戰場幾年，再返嚟聽到啲槍聲，或者都會心跳會加速。而且我哋經歷過移民，眼界可能亦都唔同咗，價值觀亦都有啲變化。以前可能我哋追求要賺好多錢，買好多層樓，要升職加薪，而家反而可能生活係咪真係要有呢啲嘢先等於成功呢？當我哋改變咗生活嘅定義，自然呢就會覺得香港呢一套節奏，或者呢個玩法，或者呢個圈子，好似同自己唔係太過合適。我唔會話香港唔好，但有時就真係覺得我哋唔屬於咗嗰個節奏，或者好似唔屬於香港裏邊而家即係嗰種大環境嗰個氛圍。以前可能就拼命啦，向前去衝啊嗰種精神，而家可能我哋眼中就變咗，可能太過迫切，覺得可能太快，可能嗰個節奏我哋未必適應得到。所以當朋友話香港有啲似深圳，不過我自己都覺得有啲似深圳，其實係代表咗大家嘅心入面嗰種舊香港嗰個味道開始淡咗，而唔係城市真係變成咗另外一個地方。有啲人都有講，大家離開咗啦，先會覺得香港變咗。但係我又覺得，就算冇離開香港，好多留喺香港嘅朋友，其實一樣都覺得生活都唔容易。咁亦都有啲朋友啦，可能做生意嘅，都發現到可能好多中資嚟到香港，用一啲好低嘅價錢去接一啲工作，或者去邊一啲 job，咁啊令到大家其實百上加斤。亦都消費模式亦都唔同咗，可能好多人都用淘寶網購，亦都唔使再出街買嘢，就變咗啲集運站就越開越大間，亦都好多貨物堆積咗喺啲商場裏邊，或者喺啲唔同嘅地方。咁啊，亦都有啲朋友都有講過，如果揸住嚿錢喺香港都食一餐都可能都要幾百蚊，咁不如我過去澳門走一轉，去行下食下嘢，即日來回，可能呢一嚿錢仲係用得比較划算。所以有陣時都未必係我哋嘅唔同，可能真係成個社會成個壓力都令到啲人都要諗下方法，點樣去回避一下，或者點樣未雨綢繆。所以唔係話移咗民先係難，留喺香港嘅人呢，要面對呢一種壓力。好多朋友都會以前覺得香港係一個夢想嘅城市，而家只係一個生存或者生活嘅地方。而且香港嘅文化、言語同價值觀都不斷變化，變咗而家都未必係廣東話去主導呢個香港，亦都用咗好多國語啊，或者一啲唔知外省嘅聲音喺當中。就算係可能嗰個區議會嘅選舉，大家個個都唔會好似以前咁熱切，亦都冇咩可以表達，所以啲人都係其實都係一個冇得發聲嘅一個地方，亦都講唔到自己想喺呢個地方有啲咩變化。
咁啊，講到尾啦，所謂即係講到香港好似深圳，其實唔係比較兩個城市嗰啲樓啊、商場啊、品牌，而係一種心理嘅反差。因為我哋曾經呢都有一個好熟悉一個嘅香港呢個地方，嗰度有街坊、有茶餐廳、巴士站，有一份雜亂但有一啲人情味嘅地方。而家嘅香港係咪乾淨啲、快啲、靚啲？但同時好似冇咗舊香港或者殖民地嘅色彩呢，就好似一個老朋友化咗一個好精緻嘅妝，但你仍然係認得佢，但冇咗嗰份熟悉、嗰份自然嗰種感覺。不過世界就係咁啦，一直都喺度變幻呢，原是永恆。香港變，我哋都變。與其成日講香港唔同咗，不如諗下我哋點樣同香港重新相處。當大家下次返到香港，唔好淨係望我哋熟悉嘅部分，試下揾下一啲曾經中意嘅小角落，睇下而家嘅一碗魚蛋粉，或者去個呢個都爹利街睇下嗰個煤氣燈，或者去下地鐵站，或者一啲比較舊啲嘅地鐵站，睇下會唔會揾得返以前嗰種感覺。香港始終都係冇消失到，只係換咗一個定位，或者換咗一個唔同嘅樣嘅地方。而我哋呢一班移英嘅港人都係學習緊點樣用新角度去懷緬、去理解或者去愛呢個地方。今集就係講到呢度啦。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保羅。如果你都喜歡講即係呢個 topic 嘅，記得俾 like 留言話我知，香港喺你心目中仲係點樣嘅地方。我哋聽日再見，拜拜。